100年喺歷史洪流不過係一瞬間嘅事，所有人同事喺宇宙間亦都只不過係一粒微塵。啡白頻道面世5年，相對國際局勢嘅風雲變幻，更加係微不足道。啡白頻道開台序言曾經咁講過：啡白嘅咖啡雖然比職員講究，但又唔係精緻到大有學問，可以拎出嚟以咖啡專家嘅口吻大講專家先至識嘅咖啡之道去拋人。啡白自己好老土，故此好多時自己嗰杯咖啡都只能夠自己品嘗，自己叫好。上面所講嘅唔係啡白故作謙虛，而係事實。啡白頻道從來都冇所謂嘅亮點，更加講唔上時下所追求嘅吸睛內容。所寫所講嘅都係跟住個人嘅記憶隨便遊走嘅香港人物。尤其是仲有地方同埋一啲零碎鬆散嘅小往事，用嚟抒發一下自己嘅情緒，亦都希望同一啲能夠有共鳴嘅網友分享自己嘅感情同埋睇法。5年過去，啡白頻道嘅最大收穫唔係收視率增加咗多少，訂閱人數增添咗若干。啡白頻道內容從來都冇跟市場脈搏，亦都冇太遷就觀眾口味，反正都只係隨緣隨心。留住一班變成老朋友嘅網友喺留言區天南地北暢所欲言，儼然成為一個大家聚腳嘅小天地，先至係啡白頻道嘅最大得着，亦都係啡白繼續製片嘅動力。但係世事係唔會有完美嘅，5年內雖然喺第1年、第2年同以後嘅一段日子，先後有唔少網友喺留言區留下腳步，相熟到好似街坊一樣。有新加入嘅，亦有種種原因少咗或者唔再留言嘅。啡白活到一把年紀，當然明白人生總有遺憾，但係對呢啲久未露面嘅網友，偶然間都仲係有一絲牽念。佢哋嘅近況唔知點呢？人總係唔能夠避得過自然嘅定律嘅，唔好講到生死，人由成長到衰老係必然嘅道路。啡白由最初2年差不多每星期出一條片，一共製片100條，之後呢3年要2星期，甚至整1個月先可以出片，只係製作咗88條片，明顯手腳慢咗好多。雖然無奈，但係又無可避免。此刻香港徹底淪陷，群魔亂舞，令人悲憤。稍感欣慰嘅係物極必反，全球由囂張一時嘅共產變種極左邪風向右強力反彈，中共逐漸失去咗喺西方世界滲透嘅切入點，但係矯枉會唔會過正，發展到極右呢？呢啲係啡白嘅一點幾憂，邪惡軸心挑起亂世，戰雲密布，個人顯得渺小無力。未來世界如何走向，香港能否重光，冇人能夠知道。不過
啡伯能夠喺過去呢短短5年裏面，守住網友彼此嘅友情、記憶同埋故事，已經係啡伯頻道嘅最大得着啦。I, Donald John Trump, do solemnly swear. I, Donald John Trump, do solemnly swear that I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at I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.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. 今後啡伯同大家一齊見證歷史嘅新篇章，就係啡伯頻道嘅最大意義。多謝各位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